每實踐一個減碳習慣，都可以為碳中和出一分力啊！為2050年前達至碳中和，改變可以由校園開始。減碳 at 校園校際比賽，邀請全港中小學參加，一齊扭轉習慣，記住減碳。想減碳，首先要識計碳。今次比賽，我哋唔止希望每一位師生都成為減碳行動者，更加想大家知道每一個減碳習慣可以為地球減幾多碳，加埋可以帶嚟有幾大嘅成果。日常用水用電咧，其實都會有碳排放，所以喺比賽第一部分，我哋鼓勵學生同教職員一齊喺校園節能識水。我哋會根據學校提交嘅水費同埋電費單，計算當中嘅碳排放，為學校評分。而第二部分，每個學生同教職員都可以透過提交自己實踐咗嘅減碳習慣，減少生活上邊衣食住行嘅碳排放，為自己學校累積分數。買少件衫減咗碳，回收廚餘減咗碳，熄咗唔用嘅電器減咗碳，步行返學唔搭汽油車都減咗碳。而家呢啲環運會網站仲有更多減碳習慣俾你參考嘅，而最終減碳量分數最高嘅學校咧，將會勝出成為至尊減碳校園。當我哋將呢啲減碳嘅好習慣由學校帶翻去屋企，喺日常生活實踐持之以恆，就可以幫助香港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。一棵樹每年可以吸收23公斤碳，你間學校減到嘅碳等同幾多棵樹，就靠你啦！上比賽網站了解更多啦。